Hi，呢本書叫《不教養的勇氣》，作者岸見一郎。作者沿用翻阿德勒心理學，教你點樣接受孩子最真實嘅樣子，幫孩子自力解決佢人生嘅課題。教養孩子嘅終極目標就係協助佢活出佢自己嘅人生。喺呢條路上面，除咗俾孩子相信你隨時都會伸手幫助嘅夥伴，父母亦都冇其他可以做啦。啱啱踏入2026年，新聞問一個小朋友：你有咩願望啊？個小朋友答：我希望可以改過自新。大家都可能覺得呢個小朋友答得好好笑，但係喺我眼中，其實呢個小朋友內在其實有多氣餒呢？喺小朋友出世，我哋就已經成為父母，根本就唔需要考啲咩牌，就你已經係父母。當成為父母嘅一刻，大家都會跟住翻自己爸爸媽媽係點嘅方式去教，或者去到船到橋頭自然直嘅方式，就去教育我哋嘅小朋友。其實教小朋友係需要學習嘅。首先，我哋要理解孩子，亦都要尊重孩子。大人只係俾細路仔早出世，其餘嘅都係平等。我哋以信賴、尊重嘅態度去對待細路仔，唔單止唔需要鬧佢，亦都唔需要讚佢。從細個就俾人讚大嘅細路仔呢，去到大個之後呢，佢會持續咁渴望呢他人嘅認同，咁佢就唔能夠自立咁認同佢自己。每個人無論佢有啲咩優點缺點，佢呢一世都必須同自己相處落去。如果佢唔中意自己，佢就冇辦法得到幸福。喺唔中意自己嘅情況下，亦都冇辦法同人建立咗深厚嘅密切嘅關係，唔能夠感受到生命嘅喜悅。唯有你要中意自己，認為自己有價值嘅情況之下，你先有面對難題嘅勇氣。無論人哋講啲乜嘢，都要相信自己係有價值，中意自己。當發現咗自己原來能夠幫得到手啊，作出到貢獻啊，就能夠肯定自己嘅價值，並且中意自己。要有做普通人嘅勇氣，只要有勇氣認為我咁樣嘅自己就已經係最好啦。當你心目中認定自己係可以嘅，有能力嘅，係可以被接受嘅，就喺呢一個唔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嘅情況之下，就有勇氣去面對難題，並且從別人嘅競爭入邊解放，變成樂於幫助別人、貢獻自己嘅人。同時，父母都要認同孩子嘅最真實嘅一面，就算佢距離自己嘅理想係爭好遠，但係都唔會太在意。好，咁佢提到唔鬧唔讚，咁我哋先講唔鬧先。利用嬲嘅情緒係希望咧孩子達到聽話嘅目的，只係用嚟綁架佢哋，凸顯我哋嘅企圖。憤怒係會將人同人嘅心分開嘅情緒，咁亦都會將你同孩子嘅心分開。只要孩子覺得我哋大家關係仲係密切，而且感覺關係對等嘅，孩子先會肯聽你講。無論邊一方輸或者邊一方贏，都會暗藏咗報復嘅一個危機。有陣時父母唔係討厭孩子嘅要求內容，而係佢要求嘅方式。溝通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試下教佢用疑問句去問對方，令到大家保留咗拒絕嘅空間。即使係大人對小朋友都係一樣。好，咁講完唔鬧嘅原因，亦都講下唔讚嘅原因啦。讚美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係想控制對方，係由一個權威嘅狀況去讚美你一個低級啲嘅狀況，咁就唔係平等嘅對等嘅機會。而且讚美係俾人哋評價，而鼓勵呢就俾人哋勇氣。當你培育一個細路仔因為讚美先做嘅話，當呢個世界根本就冇人讚美嘅時候，喺佢心目中一切都係為別人而做，咁佢冇人讚美佢就唔使做啦。我哋要培養嘅係佢自己認為自己要做得啱嘅事，就主動去做，唔需要為咗任何人，唔需要為咗得到人哋嘅讚美。關注嘅係佢嘅過程、努力同埋貢獻，建立佢嘅自我價值感、歸屬感、能力感同埋自主性。當佢感受到佢嘅世界係平等、被看見、被接納嘅時候，佢感受到佢嘅努力本身係有價值嘅，佢可以面對挑戰，唔完美都冇問題，成長同參與就已經值得肯定。多講鼓勵嘅用語去建立佢哋嘅勇氣，例如多謝你嘅幫忙，你幫咗一個好大嘅忙，大家可以順利完成。大家合力可以順利完成，而且你係其中一份子。多啲描述嘅係事實，表達感謝，接納唔完美，令到孩子明白佢自己唔係企喺共同體嘅中心。真正關心到他人嘅人係唔係不停諗人哋可以為你做啲咩，而係我能夠為人哋做啲乜嘢。當你作出貢獻嘅時候，同時認同自己嘅價值，你就唔會逃避，能夠勇敢同人建立關係。講完唔讚賞唔讚美之後，另一樣嘢就係同小朋友有課題分離。
當嗰個問題淨係影響到佢自己當事人嘅時候，我哋就要尊重孩子本身嘅意志就得啦，唔需要責罵佢。當佢呢個問題唔會困擾到共同體嘅時候，咁呢個就係中性嘅行為。當孩子冇提到需要幫助嘅時候，我哋係可以暫時唔需要理住，即係父母要唔好介入孩子嘅課題。好多時候大人嘅干涉其實唔係為咗細路仔好，係為咗自己好。尊重孩子唔需要任何理由，接受孩子最真實嘅模樣，再尊重孩子，喺心底入面尊重孩子，等到孩子係可以有自立嘅一日。呢份自立唔係等於長大成人出嚟做嘢，呢份自立係能夠做到冇人哋讚賞嘅時候都完全認可自己。同時大人要做到完全相信細路仔所講嘅，唔帶任何有色嘅眼鏡去睇細路仔嘅所言所行，唔會將已經發生嘅事加入自己嘅解讀，信任孩子。大人學習放下成見同埋擔心，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話俾佢知，至少有父母係會信你，無條件咁相信，即使乜嘢都唔講，孩子都一定會做得到。當孩子能夠喺屋企都被信任嘅時候，佢亦都可以信任到全世界。佢亦都明白佢一直都係被無條件咁愛住，咁樣就可以好好。總結一下呢一本書，佢話我哋唔能夠讚美孩子，孩子係唔係為咗滿足父母嘅期待而生，絕對係唔可以為咗得到父母嘅讚美而放棄自己所想做嘅事。第二就係唔可以鬧細路仔，喺不停俾人鬧長大嘅細路仔，凡事都淨係諗人哋會點樣睇，佢好驚失敗，冇辦法自主判斷行為係咪正確合宜。第三就係唔好介入細路仔所面對嘅課題，只會讓細路仔逃避自己嘅責任，永遠學唔識自立。好，到佢講應該要做噶啦，應該多謝細路仔，同佢講你真係幫咗個好大嘅忙，俾佢哋勇氣，唔好再害怕其他人嘅評價同埋失敗。第二，應該用平等嘅態度尊重細路仔最真實嘅樣，無條件咁信賴細路仔，建立起夥伴嘅關係。第三，俾細路仔換個角度睇自己，了解注意力不足其實都係擅長多工，孩子就會有唔同。第四，孩子好好活着其實就已經係對屋企最大嘅貢獻。第五，咩都唔講，即係靜靜咁守護住孩子，相信佢有一日能夠克服困難。呢本書字量唔多，而且帶出咗阿德勒嘅教法，我覺得非常之值得睇，希望你都鍾意。多謝。